喂，123123，还有手麦2号，麻烦开一下，谢谢。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咱又搁见面，伫上帝的厝内面，咱伫遮组织要来敬拜上帝。伫咱要敬拜以前，请咱来传递信息，咱先开信息42首。咱还未唱以前，咱先来看书第1节的第2节，我的帮赞是对打落互我，对打落。我的帮赞是对打落互我，给我是互我。过来，请咱看第3节，嘛是第2节，第3节的第2节，伊伫正平底做你的应允，伊伫正平底做你的应允。好，同一字啊，读无共音。过来是第4节，第4节同款的第2节，心神安定，心神安定，毋是安定吼，安定。好，咱来看42首，咱来唱第1节甲第3节。来。信息462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版来，上帝所赐活命的话，我表心意。咱传的信息到这，请咱平凡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
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旨意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因为患难的日，伊要安静保护我，伫伊的帐位内，将我放伫伊布边较密的所在，行起我伫石盘顶。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42首，我的目睭要举悬来望山。圣诗第42首，请会众起立来吟。咱犹原徛伫咱用心的界面，咱三甲来读。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因新的界面，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交读启应文，咱启应文伫个信息。启应文第6篇是诗篇的23篇，咱真实，咱伫个信息后壁第8面，显开的人来做伙来看。启应文第6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的灵魂静音。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确缀我到一世人。三到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将你独生圣囝赏赐予阮，予阮的罪得到赦免，性命换新。阮要献上阮的感恩，听阮的主，世间万物会改变，独独你的听永远未变。不管阮拄着什么款的境遇，主你坚固阮的信心。你无限的疼伫阮的中间，阮就深深勇壮气力，加天勇敢向前。亲爱的上帝，伫一般人看做无平安的7月，咱基督徒嘛拄着风台天，经过黑暗暝，甚至行过死荫的山谷。总是阮知，阮虽然伫患难中，你要予我活，你要伸手来抵挡对敌，做阮的帮赞甲保护。主讲你留平安予阮，你将平安赏赐予阮。阮知影，主你对阮所存的是赏赐平安的意念，毋是将降解灾厄的意念。你要予阮路尾有毋茫。感谢上帝应允的话，带予阮极大的平安甲毋茫。亲爱的天父，这段时间看到世界各国嘛，因为关税问题动荡不安，看见战争甲灾难的发生，政治甲意识形态的纷争，予阮的心中虽然难免忧闷，但是阮知这拢是圣经有言的条头。主啊，你应允有一天，主耶稣要搁再临，伊要带来公义的审判，伊也要引带阮进入你荣耀的国度。求你帮助阮，无惊吓困饱，反转逐工警醒，用信心甲毋茫迎接你荣耀的再临。今日是总会所定着圣经学院的纪念日。愿感谢你安排杨德林牧师来到阮中间，用上帝话来勉励阮，求主教示阮做你的学生，做你的门徒，做好教会会友的身份，帮助阮学你的款式，跟你的脚步，生活行踏，亲像你，互人对阮看见耶稣，互你的名受高举，互你的旨意行伫天里，哪亲像伫地里，哪亲像伫天里。阮安尼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学老请圣歌队，今仔日因要吟的诗是，咱着来吟诗。
咱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马太福音24章14节甲30节。马太福音24章14节甲30节。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到通天下，做干净伫万邦。迄时末期就到，所以恁看见早托先知但以理所讲，迄个残害可恶的，徛伫神的所在。迄时伫犹太的就走去山里，伫厝顶的无得落来摕伊家内的面，伫园里的无得倒去掀伊的衫。当遐日有生瘟，甲互婴仔食恁的份的人有知晓哦。恁着祈祷，免得恁的逃走。伫冬天时也是安息日，因为迄时要有大灾大患难，对世间的起头甲担，未捌有安尼，后来也决断无。若无减少遐日，就凡有肉体的无一个得救。独独为着敬的百姓，遐日要减少。迄时若有人甲恁讲，你看基督伫遮，也是讲伫遐，恁无得信，因为要有假基督、假先知起来，行大的神力甲掉头。爱是话，连敬的百姓也袂合意。我已经大声甲恁讲，所以人若甲恁讲，你看伊是伫旷野，你无得出去；也是讲你看伊是伫密厝，你无得信。因为亲像死若对当时的事，那甲西世。人子会过来，也要安尼。生死若伫遐，因照也要组织伫遐。拄拄这个日会患难了后，日要黑暗，月无出光，星对天加落，天上震动。迄时人子会掉头，要出现伫天里，伫地里，这个族类拢要啼哭，也要看见人子。用光灵甲大荧光坐天的云临到。圣经读到遮，咱今仔日真欢喜，邀请到张德林牧师，伊要甲咱正对题目是善用文字。兄弟平安。可能是联络上我无注意的款。今仔日我是要读马太25章14节到30节，不要紧。咱即节圣经真熟，我小可提一下，咱就知影吼。即段圣经是咧讲，一个主人要离开的时阵，伊就将伊的财产分互伊3个伊就伊的家业分互3个奴仆，一个互伊5000，一个互伊2000，一个互伊1000，是即个技术。我毋知影伫联络过程中间。可能是我无注意，真实嘞。应对24章去，互咱安尼加困扰，伫遮甲大家会识咧。咱倒转来到马太25章14节到30节。头拄我有讲，即段圣经是耶稣讲过一个譬喻，伊讲天国亲像一个人要去外国。伊叫奴仆来，将伊的家业分互因，照个人的才调互因囡仔，一个互伊5000，一个互伊2000，一个互伊1000。迄个领5000的，咱这对主日都常常听到的故事。迄个领5000的，主人倒转来时，伊阁趁5000；迄个领2000的，主人转来时，伊阁趁2000。主人对因这两个人。拢是用恶乐肯定的口气来讲因，好，佫尽忠的奴仆，
通来享受伫主内的快乐。总是迄个领1,000的，伫主人离开的时阵，伊将钱抬起来，看会生枝树哦，煞袂生。主人转来的时阵，看到这种情形，就咒诅伊。咱对主日学就不是听这个故事，咱今日要讲，这个故事到底有甚物要紧的所在？咱要讲这个譬如，要讲2项要紧的代志。头一个，上帝要想，上帝要使用善用文书的人，伊摘掉迄 talent， 原文是 talent， 后来咱即马伫英文内面拢翻作才干。你有5000个 talent， 你搁趁5000，就是尽你所有的，搁尽量来做。到伫天国上帝国来临的时阵，你要得到恶乐。小工，迄个2000个，你摘掉虽然2000，无迄个5000遐济，毋过你尽你所有的，搁趁2000，有缘你要得到上帝恶乐。咱会记哩吼，即5000甲2000伫希腊文中间。主人的恶乐是拢平平相相，一句无加，一句无减。会当讲，咱人伫世间摘掉虽然无相像，毋过通过努力伫上帝面前会当变做平等。毋过要紧有一项代志爱细字，上帝互咱的摘掉那1000，你搁趁1000，我想迄个主人有缘是恶乐，毋过伊毋是，伊去抬起来。伊将伊摘掉甲抬起来，无分互伊厝边，无分互众人，无分互教会，无分互正需要的人的时，伊要得到救助。这是这段圣经要讲的要紧的意思。圣经咧记载，咱对头拄安尼读落来，咱爱足注意这样代志。咱将咱的才调完全发挥。互咱的厝边，互咱的周围人，这项代志是甲天国有关系，甲上帝国有关系。因为毋通袂记哩，这个譬如是有关天国的譬如，是有关上帝国的譬如。上帝国是甲善用文书有关系。四福音书内面就安尼记载讲，耶稣是一个善用文书的人。伊出来的时阵，传道差不多已经30岁啊，路加3章23节。总是人一看到伊就讲，这敢毋是迄个目像嘛？马可6章3节，这是伊应该咱推测是认真做工，做伊目像的工，甲伊老爸做伙做目像，逐工认真做，互人得到印象。第一个印象，这敢是迄个目工嘛？耶稣若是日教毋乱踅，因绝对毋是这个印象。因讲啊，这敢是日教毋乱踅的人嘛？圣经记讲，这敢毋是目像嘛？马可6章3节，这是认真工作才有可能得到的结果。有一个传说，讲到伊伫加利利这个区域制作上好的牛担，伊的店看板可能安尼写。本店的牛担袂伤咸，袂伤冷，轻佮舒适。保罗这个初代教会知识分子，伊嘛善用文书，会记这项代志。伊有一摆传道理传到雅典，咱知影伫希腊伫雅典，迄是一个足爱讲铁学的所在。伊到伫雅典，伊发现讲。听伊讲话的人是这铁学家，是这是日间伫咧讨论铁学的人。保罗的讲章就用铁学的话对付因，来处理伊面前这个问题。保罗安尼讲，伊引用 Stoic 斯多亚派学派的诗人的话，安尼讲：咱的生活、行动、存在，拢在伫伊，咱也是伊的儿女。保罗将伊的铁学训练，伫迄摆报道真妥当表现出来，而且嘛做到讲，伫什么款人的面前，咱就做什么款的人。伫遐铁学家的面前，我讲到我就用铁学家的口气甲伊讲，
伫遐做田人的面前，我就用做田人的话甲因讲，我就想起讲，咱目沙遐足济咧做地，马街有一摆去到目沙遐传道里，传道里的时阵，就是个姓张的，种田伫种地米伫个山顶，都担迄地米重块块落来，马街就随引用一句话。既若劳苦背重担的来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迄姓张的，拄仔咧担重担，伫什么款人的面前，我就讲什么款的话，互迄个人听着拍动心入教会。今仔日咱文山教会遐姓张的，拢是即个人的后代。我佫强调一摆，咱伫什么款人的面前，就诚做什么款的人。特别伫传道理的时阵，咱来看对象。伊讲什么话，我就用伊听有的话来讲，互伊通过伊听有的话来认识上帝。那咱倒转来，耶稣是一个真善良温顺的人，保罗嘛是。我平时受的体育训练，伫什么时阵用，就是伫这个时阵用。过来，宗教改革，即宗教改革是更较强调善良温顺的一个时代。宗教改革对宗教改革甲挑战遐中世纪迄种神圣甲世俗二分的迄种观念思考。安怎讲？中世纪的神学家因的思考是：咱的工作一条线，这条线顶头是神圣的，神圣的空气是对一种，迄阵是神父，也是主教、圣职人员。迄才是神圣的，所有其他的，不管你是医生、是老师、是工程师、是科学家、是做工的，是其他遐卖蚵仔面线，这拢是世俗的，是无价值的。中间有一条线，隔开神圣甲无神圣。宗教改革家对这世界上大一个电反转反，一个革命。就是将这条线摕掉，毋是所有一切工作，那是为着上帝做，为着厝边做，为着正人来做，迄样工课就是神圣的。就是你是牧师，你是神父，你所做那即毋是为着上帝来做，是为着你的腹肚来做，迄毋是神圣的。神圣甲无神圣，毋是用你的工课，你是祭司甲非祭司安尼来分。神圣甲无非神圣，是用你是毋是利益，带人来面对上帝，带人来利益正人。咱比如讲路德就安尼讲，人受造的本意是要叫因为着找着正人的利益来拍拼。加尔文，咱张老宗的创设者，发挥到迄个到极。伊认为讲，任何所谓世俗的工课，只要伊是正当的，伊是为了上帝、为了厝边来做的，迄个工作本身就是神圣的。大家拢走了，礼拜堂无人扫，然后有一个兄弟，有一个姊妹，举起扫帚，对头扫到尾，倒啊排啊好势好势。迄样工课就是神圣的，毋是徛伫遮讲道才是神圣的。这是加尔文足强调的天职。这个观点影响深厚真深。比如后来听到伊就安尼讲，对外表来看，洗碗盘甲传讲上帝话无相像，总是要互上帝欢喜来讲，两个拢无分别。我阁讲一摆哈。洗碗盘甲传上帝的话无相同，总是要互上帝欢喜。对这角度来讲，拢是相像。我读格拉斯哥大学希腊文的教授威廉巴克利伊有一套注解，咱足侪人知影新约的注解，真侪人爱读。伊有另外一本册叫做《自由社会伦理》。我印象真深，伫中间伊咧讲善良文书的时，伊举一个例，伊讲有一个19岁的查某囡仔咧祈祷。这查某囡仔咧祈祷的时，伊甲上帝讲上帝啊，
我工作是足卑微的啦。我干了洗碗盘，我干了煮饭，我其他啥物都袂晓。我啥物袂晓？我无法度去甲门家口底下报道，我口才都无好，拄到人会惊，佫袂晓讲话。我无法度出去外口报道，我嘛无法度禁食祈祷规暝，我都无法度规暝啊！我身体真站袂调。这查某囝仔想来想去，后来用一句话来做伊的祈祷。这句祈祷是非常水的祈祷。伊安尼祈祷讲：请允准我通过煮饭、洗碗盘，成做圣道。我阁读一摆，请允准我通过煮饭、洗碗盘，成做圣道。这是一个足水的祈祷。上帝予我偌济才调，我就将伊献出来，互厝边，互周围的人。这就是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这嘛是罗马书第9章第6节到第8节所咧强调的。唔通袂记罗马书第9章第6节到第8节是路德马丁伫宗教改革时，足爱甲伊军队伊的人，叫因都爱读的圣经节。这段圣经节我读一遍，互大家听。照上帝赐予咱的恩典，咱逐个人有得到无相像的恩赐。宣讲信息的人，就符合信心宣讲；服侍的人，就专心服侍；教导的人，就专心教导；劝勉的人，就专心劝勉；真济的人，就慷慨；领导的人，就热诚；做主神的人，就甘心乐意。这段圣经就咧讲，咱逐个人恩赐无相像，毋过照咱所得到恩赐，咱尽量甲发挥起来，发挥出来。5000佫趁5000，2000佫趁2000，讲我得到1000，我佫趁1000，有缘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伫上帝国内面，咱要得到儿女。我较早做学生事工，我做学生事工有一个前辈，咱拢捌哩吼。较早即个网家教会谢希明牧师，伊做过学生工作，伊讲一个故事互我听，互我到即摆印象足深的。伊讲吼，有一个学生参加大学联考，因爸爸是医生，足爱伊做医生的。就甲讲你爱读医科，我迄个年代吼，做医生是家己拼顶是靠拼做的啦。考咧无调，考去对中兴大学食物病虫害、植物病虫害。因爸爸讲重考，明年佫重考，明年佫考，佫考去中兴大学食物病虫害。奇怪，伊都莫填迄资源就好啊，那会佫第3年佫考，佫中兴大学植物病虫害。因爸讲你咋遮病啊咧哈？一个医科就安尼杀袂掉安尼。伊家己嘛足懊恼啊！讲我先考袂掉，伫学校伊也是感觉足懊恼。读食物病虫害是要创啥？这是到底有啥物物件？有啥物要紧通读？毋知影。班上咧交作业安尼。谢希明牧师知影这青年伫伊成长的过程有拄着困扰，就讲行出状元啦，让我听者啦，莫去讲遐啊。佮讲上帝一定有真好的旨意啦，我看袂到啦。谢希明牧师毋知到底要哪帮助这个青年，总是谢希明牧师伊有咧读迄个《Time》时代杂志，有一天伊去读《Time》一篇文章，迄篇文章咧探讨妖歌啦。你讲迄篇妖歌，迄篇文章内容主要是咧讲，这世间的粮食其实是有够啦。哪有迄个无饭通食啦？咱的粮食去有1/3的歹通食了的。迄篇文章的结论是讲，咱若有法度处理遐病虫的问题，咱就将病虫的手里抢回迄1/3的粮食啦。谢希明牧师欢喜甲特地去甲这个青年讲，无面人啊，你读的科学
是足伟大的科学呢。你读科学是甲宋乡人有关系，是甲信仰有关系。你读的科学是甲正人有关系的科学。啊，这个囡仔嘛无想到，哈，读植物病虫害这么伟大，伊毋知，总是当伊听到这个消息，伊看了这篇文章了后，伊就认真去读，读毕业搁留学去美国继续读植物病虫害，读到博士班，博士毕业，后来这个人伫联合国咧做工，联合国派伊去第三世界，互伊伫第三世界伫遐处理因夭折的代志，处理植物病虫害的代志。这个人无想到，当伊伫参与的过程中间，伊认真将伊的材料摕出来，伊欢喜善用文字的时，伊伫参与的过程中间，伊发现上帝，伊发现厝边，伊经验着自尊甲满足。这嘛是基督教伦理所咧努力甲咱教的工作的态度。我阁讲一摆吼，咱的工作应该伫咱的工作过程中间去发现着上帝，发现着厝边，经验着自尊甲满足。这是基督教伦理努力咧教示咱应该有的工作态度。我读法拉第传这个科学家吼，我真感动伊的代志，就是伊讲一句话，甲伊要过身的时讲的。1867年8月25，伊坐伫椅仔，看外口安尼，是真看迄天，看天，天安尼有云天安尼真真好，一个有蓝天真水，伊安静行了伊人生的路途。法律伫人生最后一句话是讲：我的一生是用科学来侍奉我的上帝。我望咱每一个人，逐个人拢有一天，咱会当结论咱的一生的时阵，咱会当安尼讲：我一生是用煮饭来侍奉我的上帝。我一生是用做生意来侍奉我的上帝。我一生是用教册来侍奉我的上帝。我一生是做主日的教员来侍奉我的上帝。我一生是用，不管是倒一项，我通过迄个来侍奉上帝，来利益众人。愿上帝帮助咱会当善用咱的文字，互咱进入伫上帝国中间，伫遐享受伊所为咱备办的祝福。那今仔日是圣经学院的纪念主日，我特别受派来，我受派来到伫咱中间。我头拄特别甲注意，咱圣经学院伊咧讲，伊所需要就是伊头一个教牧的进修，这伊真需要伫这后来圣经学院的这个伫未来，伊要做教牧进修的工作，过来嘛要做信徒培育的工作，灵性的培养，宣教的研讨。等等这几项，这是圣经学院所要做的工作，请大家关心。伊嘛要整修伫旧的这馆，咱知影厝旧内拢会加减会歹，会需要整修。即卖美丽华馆、罗福水馆、甲一寡无障碍的设施，拢需要整修。这个需要咱听心的奉献。愿咱若对这个有负担的。才为伊奉献，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伫礼拜日，主你所享受的主日的时，阮伫你的面前，阮要特别做下面的反省。阮的做人做事，是毋是照你所享受阮的良心？阮是毋是对别人的要求，过头伫对家己的要求？阮是毋是对别人的过失毋肯宽容？阮是毋是
为着爱名声，伫正人中间都无法度，伫暗中都无法度坚持一道义，煞伫正人的面前咧坚持。主啊，互阮伫你的面前诚实来应答这个问题。阮是毋是互肉体欲念较赢过灵性的需要？阮是毋是看本身的利益较计头伫教会的利益？用阮伫你的面前诚实来应答这个问题。伫阮日常的生活中，阮是毋是有勇气去承担困难的事？对伫阮所得到的恩典，阮是毋是常常存感恩的心？阮是毋是掠富有、事业顺利、别人好款待阮，做人生唯一的目标咧追求？若有人甲阮相像有相同的遭遇，阮怜悯别人的心，是毋是甲同情家己的心一般样？主啊，互阮伫你的面前诚实地应答这个问题。上帝啊，求你为阮创造清气的心，互阮内面有正直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免。阿免。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462首，上帝所赐换命的话，462首，请会众起立来吟。请坐。这是要进行奉献，请事奉的同工，咱今日特别是为了圣经学院来奉献。然后准备的，请咱来奉献。
咱会众会当起立，咱三甲做伙来念奉献的诗。请坐。公道，咱来掀开周报，会来也。咱公道的事项，依愿咱继续为了教会的义上，成全正信徒，万民该祭司，咱认真来祈祷，委身服侍，来彼此相听。第一项，咱求信心催逼咱，互咱的信心较坚定为主来做工，毋是靠客气的先多多来挖靠咱的耶和华。咱伫个即个公道中，咱为了要提名咱的长辈，袂当来教会的长辈吼，王兰姐、淑慧姐、德明兄、清光兄。清光兄有时也有来咱教会吼，有来礼拜。啊，咱仁和哥吼，仁和兄因为小可瘦，才有小可的中风吼，所以伫福建，所以咱为祈祷。秀龙姐吼，秀龙姐是因为头晕，也是有一寡其他内的问题，咱为祈祷。若琳，咱的指挥因为脊椎问题，有可能爱考虑手术，咱就为祈祷。啊，幼龄我了解一下吼。咱也为着以诺继续以诺亚娜吼啊，怡君吼拢怡君继续伫咧做伊的化疗吼啊，即摆我有了解伊的肝指数有降下来，感谢主。啊，志坚，因为我是关怀部较了解，志坚是秀瑶老师的哥哥吼啊，伊搁伫咧马街伫住院中啊，咱为了咱教会青年。要做妈妈的，就是有若愚、宇轩、婉柔、子云，因的孕程会当平安啊，到时会当生产顺利来带到。咱第三项社区关怀已经秋季即个班已经开课吼，人真多吼，有拜一吼啊，咱的一楼是满满的人吼啊，多谢宣导部因的曙光啊。啊，保守所有的老师、同工也是志工，大家拢会当有健壮来指挥，来看顾咱的遮厝边，也是咱的社区的朋友。咱若第四项为着明年度时间真紧吼，为着各团契的会长要来改选吼。啊，牧师所讲吼，咱无论看什么款的材料，咱拢愿意来负担吼。咱伫基督内底会当搁较来更新变化，做一个无惭愧的工人吼。咱为了这事，咱来做伙来祈祷。主啊，你是阮的主，是阮的上帝。主，你会当来看顾、保守阮的会友，特别阮的化疗中间的兄弟姊妹，因需要伫主内底会当勇壮的信心，为着因毋望主你拢来看顾，主你时时存你的心手帮咱，主你的手袂低，你的正手来保护我，看顾遐稳定平安的龙蛋叔叔，主阮为着阮的身体，为着阮教会，为着阮的。善用阮的恩赐来，你的名来欢喜，求主你看顾、扶持、照顾、保守。阿们。亲爱的上帝，你已经看见阮身躯顶的患难，你也听见阮为彼此的代祷。赐平安的上帝啊，恳求你的恩手，显明你国碗大气来做工。
你已将阮的体口变做跳舞，将阮的满山摕去，用欢喜甲阮下。阮要因为你的慈爱，互生命搁较好。阮要因为你的信息，心内有平安。阮要善用你，互阮的恩赐来回应你的听。无论阮的材料，阮的恩赐是啥物，阮要尽力阮的本分来做，来应邀上帝，利益众人。即时阮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三角，做声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领教，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时也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报告。今仔日圣经学院吼，咱今仔日真欢喜，张德林牧师吼。伊甲我讲，当年前来过吼，伊很久没有来咱教会吼，伊今代表圣经学院来咱教会请安报告，甚至讲道吼。真欢喜来到中间。张牧师是我的老师咧吼，就是讲咧较老歹势，嘛我的同事吼，伊是新来伊嘛是教会历史的老师吼。你要解释一下你目睭，若无较等你大家一直甲你问咧，真麻烦无？我咧。已经太多人解释了，所以他要讲很多次。简单讲就是，这里目睭充血，充血什么原因？充血的我规日目睭拢无看。医生讲你敢有开车去弄掉？我讲无咧。尾医生才问讲，你敢有食阿司匹林？我讲有啊。食阿司匹林，我才想着讲，这个医生甲我开阿司匹林。别个医生搁开通惠路，搁另外一个医生搁开另外一个通惠路，可能食即摆安尼猜啦，可能食了伤过复杂的吼，这血管单逼破，有开刀，血有泄出来，但恢复了无讲真完全。不过感谢上帝，虽然是讲看来拢有知影即间教会偌济人，男的女的分得清楚，无，今日大的意思，毋是讲即日目睭歹去，毋是要甲大家讲安尼，是因为即个雾的时阵哦，会影响到即日看工厂会变做雾，所以我早起来，即日目睭较专心看工厂咧，是安尼尔。多谢大家关心，愿主祝福大家。张牧师，多谢你吼，毋忙，我真爱听伊讲道吼，第一下好。咱今日咱的林义杰牧师今日是去台北公馆教会，完了共款代替咱圣经学院来请安报告。第二项要来报告是教会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吼，伫个9月28要颁发奖学金的办法，咱来详细看公布啦吼，申请到9月21号。第三点，咱爱注意一下吼，这是阮关怀部吼，是阮咧办的吼，咱要甲大家来提醒，10月初5下晡4点。一楼咱中秋节完了烤肉，但是因为咱的场地有限，所以咱游玩有一寡限制，所以咱对象加迄个对象是毋忙是咱有伫主席出席点名表的会友为主。费用国中是200，小学100块吼，要读册来免费吼。临时若取消吼，阮是无退费吼，咱才报告，所以照咱的报告遮为顶礼拜就开始吼，才登记报名吼，阮是额满就结束吼，所以我没有那个截止时间，只要60位，我们就要来额满。报名截止吼，你临时报名截止，搁要来参加吼，咱即马就要涨价1倍吼，就变400块钱。先甲大家先报告，所以有欢喜要参加，我们的中秋烤肉是非常的丰富，我听说是比外面会更好所以请咱来把握，尤其把握来参加。第4项较重要是10月19音乐见证福音主日，咱的建成乐团甲见证者要来分享。
准讲咱中间若有要见证分享，请咱来把握机会来甲牧师报名。咱干若要限制3名吼，啊，第4名咱都无来互伊来接受，所以咱赶紧来报名。第5，国团计会长9月2日将第4季的复赛表交来互干事。第6，2025 6甲7月的财务报表已经刊登伫公布栏，请咱较起来看。那奉献的明细吼，咱较起来看，然后订单甲咱的会计来订正。以上，咱要来念上营信息第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赐福保护你。最后，请张牧师来祝祷信息，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帮助，甲正大家三个直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会众请坐。今日咱的礼拜到这，请咱等伫路口爱餐互相交杯饮食。